台东客家文化园区，借由馆内古老文物，那段先民艰苦开拓的日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早期我们先民到这边的时候，因为可能经济不是很好，所以没有能力买那个一般的所谓的脱骨机，所以研究出这种最早最原始一个脱骨的一个器具啊，我们客家话叫做判图。在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，可能很难想象用传统农具在田里耕作的滋味吧。不过，这样的古早味以前可是客家先民的宝。每当水稻割下来后，必须在摔桶上用力摔，让谷粒掉落在桶子里。稻子割起来的时候，用甩的哦，让甩，然后再抖一抖，再翻过来，再甩。这个东西很实用，懂事用哦。虽然事隔6、70年了，到现在还是懂事用，还是很好用。直到脚踩脱骨机发明，摔桶才走入历史。只有走过那段岁月的人，才能体会各种滋味。怎么把稻壳和米分开？看看老时代里的大智慧。哦，一直用风吹，把这个壳吹走，米留下来。哦，人多做工作比较快，做完毕，所以他做一个那么大的模栏，来让人家很多人来做这个动作，把这个稻壳把它吹走。时代进步，机械化的农耕形态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。台东客家文化园区里珍贵的老农具，却蕴含着昔日客家农村难能可贵的人情味。上课喽！懂事用，懂事用，懂事用。